我是叶佳琪，现在呢辣海苏州科技大学读书。我呢是无锡后山人，特别个我讲个闲话呢，但是大家比苏州呢来得个像，基本上侪是吴语个口音。那么头前头呢，我在苏州读书个辰光，就发觉过些个苏州人讲个闲话，讲个苏州闲话呢还是介怪。虽个当我印象当中个苏州闲话太般子不实，我当时呢就觉着，改个就是一个问题，就辣网浪向查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后头来呢，就辣网浪向认得是余涵。对网浪呢，我这边个是帮余涵做你自家弄个一个吴语词典个苏州闲话部分个识别个录制工作。那么但是2016年个年底呢，苏州几个朋友就一旦成立是现在个苏北学堂。苏北学堂呢，现在主要是有线上线下两个部分。线上呢主要是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现在已经有指摘下街、荡马路、木头人、洋泾浜等一些常识个栏目。线下活动呢，从今年4月份开始已经进行过4趟，每个号头2趟。我作为主讲人参与过2趟，主要是用苏州闲话讲解苏州士林美食，突出苏州饮食习惯不俗不实个特点。一趟申请女版代言人呢，伊是联合申请，成员有苏州各大专业个学生子带社会人员，还有一些不辣海苏州个人员。我叫李俊涵，苏州人，现在辣辣苏州大学读书。我长了苏州，不对，我养了苏州，长了苏州，读了苏州。现在辣辣苏北学堂一旦做办学苏州话个工作。我是常泰，一名苏州话辅导师。那么现在他不算年轻的大学生，依然来苏北学堂做苏州话的传播。大家好，我叫胡定伟，我现在辣苏州旅游财经学堂读书。希望我可以为家乡的方言文化吹一份力。大家好，我是余涵，我是西北港区老师，现在呢搭大家一道辣海办学苏州闲话，做苏北学堂为线下个工作。侬个语因为暗嘛，好听，暗得像苏州三级下头春天的水花。假使3级楼水边再也听不到自家浓嘟嘟的苏州闲话，葛么自家个苏州也就不是上有天堂，下有守望理想的苏州站。首先我教的是女版处女站，我想为方言文化代言。快加入我们吧，让我们一起留下乡音，记住乡愁。还是高人气吧，让你一代楼下相迎，寄来相柔。祝融杯语保微电影大赛等你来，作用版女版微电影大赛等你来。我看看那蛮有年代感了，还也上台这个，对吧？这里讲对上，我还我也翻过去了。这里讲开始啊，这开始呢，到底了？没看过来，没。这里讲。开始。嗨。